议员王家珍表示，正市长可添在任内争取1亿外所打造的台湾船，拍算依照郑成功当时航海路线来航行，就因为无度成功达成任务，经过拍远佮开大钱整修维护，再次将复古的台湾船展示。各议员接受民众欢迎，认为成功号会成功吗？根本无展示意义，归去报废。考试受民众开钱来抵赖。当年这都是民进党时代留下的这个残迹。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，到底是带给我们台南人什么样子的成功啊？这个成功号到底算不算成功啊？跟议员报告，我们目前就是把它已经做所谓的路上的一个展示，那也变成是一个园区。它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示？它像一个成功号吗？到现在坑底下哩哩啦啦，残败不堪。它的桅杆，说实在话，到底还有没有啊？到底还有没有它的桅杆？它的样貌？桅杆我们已经先把它卸下了。为什么要把它卸下来？因为它还是有承载载重的问题啦。所以啊，这样子的一艘船放在那边，你们的目的是要汲取你们的失败吗？局长，这个案子，我想好几届我们都在关心，一点都不成功，还要收我们乡亲费用去看，30块钱也许不多，但是过去的时候，您是告诉我们，民进党是告诉我们要带着乡亲横渡大海的，现在呢？现在在那边让我们致哀，然后哩哩啦啦，到底谁在管理，谁在修复？说实在，都不让我们有很大的信心。卢化桥表示，台湾船既然未当出航，徛的是传统工艺，借出会当分享大航海时期的故事等教育作为出发点，来规划文化园区，让民众参观。同时，收费标准忙是通过议会监督加决议实施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庚采访报道。